開始之前記得撳個 like，訂閱埋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次出片啦。睇完有咩諗法，記得留言同我哋講，分享埋俾朋友。事不宜遲，正式開始。即使中國市場表現稍見疲弱，BMW 集團喺2025年第一季依然交出一份穩中有升嘅成績表。全球新車交付量接近59萬架次，雖然同比微跌，但最大亮點絕對係純電車型銷量爆升，整體升幅達到32.4%，而歐洲市場增幅更加高達64.2%。BMW 集團喺歐洲同美國表現搶眼，歐洲增長6.2%，美國升幅4%。就算中國稍為回軟，其他地區合共仍然有5.9%嘅增長，顯示 BMW 全球抗壓能力相當強。BMW 品牌本身賣出超過52萬架次，而純電型號佔咗其中86,449架次，上升近1成。高性能子品牌 BMW M 亦都因為新一代 M3、M5銷情熱烈，錄得5%增長。至於 Mini 就更加精彩。完成全車系革新之後，第一季交出64,626架次成績，升幅4.1%。其中純電車型佔比大幅提升到35.3%。歐洲市場更誇張，平均每賣3架 Mini 就有1架係純電，而中國市場比例更加超過一半。BMW 同時公布電動藍圖再提速，全年預計會達成2大里程碑，累積交付超過300萬輛電動化車型，當中純電車型會突破150萬部。呢個成績正正印證咗 BMW 嘅技術開放策略見效，唔係死跟一條路走到底，而係燃油、插電混能、純電齊頭並進，靈活回應全球唔同市場需求。其實唔係純電車先叫進步，而係提供選擇，滿足用戶，先至可以真正贏得市場同信任。Audi 再次出手，為商務豪華房車市場注入新血。全新 Audi A6 房車版以更低風阻、更高效率，配合細緻升級嘅豪華質感，重新演繹高級出行嘅真正意義。設計上 A6 採用簡潔利落嘅3廂車身比例，搭配擴散器同尾門接線，風阻係數僅0.23CD，創下 Audi 有史以嚟燃油車型最低風阻紀錄。車頭方面，低闊嘅 Single Frame 水箱罩結合銳利頭燈同埋 Air Curtain 側氣簾，底盤經過平整化處理，連前下擾流板都考慮入去，大幅降低前軸升力，行路更穩，高速更省力。呢部車仲有 Adaptive Air Suspension 主動氣壓懸掛系統，會因應駕駛模式主動降低車身，Dynamic 模式甚至會再壓低10mm，進一步減風阻、壓重心，展現超越傳統房車嘅動態潛力。A6 房車版仲升級埋後輪轉向系統，低速時反向轉動，轉彎更靈活；高速時同向轉動，穩定性全面提升。配合進階轉向系統，操控反應更直接、更精準，駕駛感接近運動房車。A6 房車版有3個動力版本，入門 2.0T FSI 4缸汽油引擎，最大204匹，峰值扭力340牛頓米，搭載 Miller 循環技術同可變幾何渦輪，提升油耗同反應。2.0 TDI 柴油版本同樣204匹，但扭力升至400牛頓米，結合 48V 輕混系統，寧靜起步、順滑加速，特別適合長途高里程商務客。旗艦 3.0T FSI V6 引擎提供高達367匹馬力、550牛頓米扭力，標配 Quattro Ultra 4驅，動力輸出澎湃，同時保持節能效率。所有版本均搭載 Audi 最新 MHEV Plus 輕混系統，支援低速滑行、純電泊車同能源回收功能。剎車時更可回收最多25kW 能量，再轉為電力使用。車廂質感再升級，隔音比前代提升30%，配上雙層密封膠條，吸音跑棉輪胎，連路感都靜靜咁被濾走。真正做到寧靜，先至係高級嘅聲音。全新 Audi A6 房車版由德國 Neckarsulm 廠生產，2025年4月中開始接受預訂，歐洲售價由55,500歐元起，預計下季開始交付。唔想錯過最新車壇消息同試車內容，記得上我哋網站 car1.hk， 再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